有呢啲咁嘅牌，咁宇宙就會揀邊一個行先，邊一個行後，我就跟住去做。咁而家最後嗰個係摩羯，頭先咧就未去到摩羯咧，就好激烈咁講咗好多摩羯嘅東西，因為有一個星座咧就攞到 Devil 牌，咁 Devil 牌就係摩羯座嘅牌，摩羯座係主牌，所以有可能咧你哋睇下嗰個星座，我唔記得咗邊個啦，有可能你會出現喺佢哋嘅生命裏邊，因為 Devil 係你嘅主牌咧，可能你喺同呢個星座咧係喺呢個3月度有交叉，大家可能同途啊，咁就所以你嘅主牌出現喺人哋個牌裏邊，你第一個攞到嘅牌咧一把寶劍，呢個寶劍咧就係風，因為風就係空氣，空氣就代表頭腦思想，思想就空氣，因為思想係你攞唔到嘅，揸唔到嘅，唔可以 hold 住嘅，所以你係攞咗隻 Ace 牌，咁即係摩羯座啊，你真係要睇下。另外嗰個朋友嗰個牌，我可能係你同佢合作做一件好新嘅嘢出嚟，因為你呢隻風牌係會製造一啲新嘅奇蹟出嚟嘅。第二張 Hermit 牌就係主牌，就係第9號牌，佢係個土牌嚟嘅，因為佢係 Virgo，佢係處女座嘅主牌。咁可能你嘅3月咧有個處女座嚟搞你喎，即係唔係搞你咧？即係你，因為你係主牌，喺人哋嗰個3月嗰度出現處女座嘅牌咧，睇下你係咪身邊有個處女座會出現啦，或者就係你自己呢個月咧，你自己決定啦，自己都收埋自己，自己去揾下內心嘅光。因為呢個唔係壞事嘅，呢個非常之好嘅事，因為咁樣就代表你可以離開呢個塵世裏邊嘅一啲干擾咧，去喺你個心裏揾咗你最重要嘅嗰粒星。嗰粒星咧係一個燈裏邊揾到嘅，咁佢係燃亮住你嘅人生嘅光。你人生必須要攞到呢張牌去做呢個動作㗎啦。咁你而家攞到咧，你3月就去做，咁樣你先可以攞到你個最鋒利嗰把寶劍，令到你呢個風牌係好鋒利咁樣喺風中殺出一條唔係血路啦，風路出嚟咯，係咯。咁你另外2張牌咧，另外繼續有風牌、空氣牌，係皇后牌喎。咁啊陰性能量出現啦，非常之好嘅預兆，即係話你呢個 idea 啦，呢個想法咧係會有高能量去照住佢，係一定會發生，係 nurture 佢，去令到佢呢個 Ace 牌咧係會變成現實，唔係淨係想法，因為想法係空氣度嘅啫嘛。咁要落到嚟地下去到土嗰度先變現實㗎。咁你有張土牌，所以我又唔使驚。嘿，真係唔使驚，因為你有 magician 有係4個元素都有晒嘅嗰個1號牌。雖然佢自己係空氣牌，但係佢4個元素有晒。咁恭喜你啦！咁即係摩羯座，雖然你係12個星座最後一個我睇嘅星座啦，可能你會最猛整嘅，你要等得最多最耐嗰個，但係你係攞到4個元素嘅一個星座，真係攞到晒，因為你有 magician，因為佢攞到晒，變咗你休息一個段時間，匿埋去諗下自己點樣去走，點樣去攞自己嘅光出嚟照亮人生咧，都唔係一個問題，因為你有呢個 magician 嘅能力同埋所有工具去幫你砌你嘅要砌出嚟嘅奇蹟，或者係任何你想要嘅嘢啦，你想要乜都得啦，因為呢一個想法係好新嘅，而且係有皇后牌嘅清晰，因為係空氣牌咧，佢會係好清晰，睇得好清楚，唔會話俾你去浪費一啲精力或者一啲資源去一啲唔該放嘅地方裏邊，你就冚唪唥都係為咗做好呢件事去做，咁所以呢件事一定會成功，有咁嘅能力同埋有咁嘅助力。摩羯座你可以話呢套牌係比較極端，所以我真係好想你睇翻嗰個星座你自己個主牌走出嚟嘅，即係唯一一個星座 Devil 走出嚟，我覺得係有關嘅，有關聯。即刻出嚟，你攞到卡優好似，但係佢個能量係因為佢係 revealer of truth。佢好誠實，應該係叫真實，唔係誠實。佢好真實。Don't take things too seriously。個真實嘅部分關於人生咧，就係我哋唔可以將呢啲咁嘅嘢咧，太過好嚴謹、好緊張地去接收嘅。接收咗之後，我哋要消化，然後好地活我哋嘅人生，令到我哋好平衡、好開心。Make time to play，因為你花晒啲時間去諗嘢，同埋令到你自己好方面即係你金錢又好，或者係物質上其他嘢又好，都好豐滿咧，你就唔記得咗去玩啦。Great wisdom comes from laughing at your own folly， 即係話智慧咧係從你笑自己做錯嘢，或者係一個傻瓜做咗啲傻事出嚟咧，自己笑自己啊，咁先至叫智慧，最高嘅智慧。呢個就係 truth 啦，呢個就係真實。Look out for the traps and tricks of life and learn from them。所以摩羯座，恭喜你攞到 Coyote， 因為有 Coyote， 你會識得玩，識得開心，咁你有心啦。
同埋有嗰種動力，因為佢係動嘅。呢個動物佢唔係烏龜坐喺度唔喐嘅，烏龜都唔係唔喐嘅，烏龜喐得慢啲啫。咁所以摩羯座，我覺得你呢套牌咧差唔多100分㗎啦，因為有 Coyote，因為同埋好應景就係、你睇你第一張牌又係 Coyote，然後你最尾一張牌又係 Coyote，咁你呢把寶劍仲唔會發出一條風路出嚟，即係空氣路出嚟，一定會啦。成功在望咯，再加埋女王喺度保佑，幫你繼續去思考。你需要嘅唔係思考，你需要嘅係玩，你需要嘅係笑，你需要嘅係開心，你需要嘅係動力，然後你得到嘅係非常非常美滿嘅一個3元。恭喜晒！